如果你每天开的那条公路开始崩裂，你敢再加速吗？你的血管和关节也可能正在崩裂。各位朋友，我是一位行医40年的老医生，今天我要告诉你们一个惊人的事实，有7种食物每天都在让你的关节慢慢老化，你可能每天都在吃，却不知道它们正在一点一滴地伤害你的身体。我见过太多60岁后才知道，原来问题来自每天的餐桌。他们坐在我的枕间，膝盖痛到无法走路，手指关节肿胀变形，才开始后悔为什么没有早点注意饮食，但那时候关节的损伤已经很难完全恢复了。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才能收到我们最好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有没有在看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1。如果没有帮助，请打0。请听到最后，因为你每天早餐的一个小习惯，可能正是让关节发炎的关键。很多人以为自己吃得很健康，却不知道那些看似普通的食物正在悄悄地引发体内的慢性发炎。现在我们从第一个食物开始，让我用最简单的方式告诉你为什么这些食物会伤害你的关节，以及你可以怎么改变。首先，我要让你明白一个重要的观念，关节不是坏掉，而是被发炎反复攻击。让我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解释，血液就像车子，血管就像马路，如果油坏了，路也破了，车子开起来就会抖，最后整个系统都会出问题。我们的关节也是一样的道理。当你吃下太多糖分、盐分和饱和脂肪，你的身体就会产生一种叫做细胞激素的物质，这种物质会引发全身性的发炎反应，攻击你的关节软骨。一开始你可能只是觉得关节有点僵硬，或是偶尔会痛，但如果你继续吃这些食物，发炎就会越来越严重，最后导致关节永久性的损伤。这不是吓你，这是医学上已经证实的事实。我在诊间看过太多案例，他们的关节问题80%都跟饮食有关。但请放心，我不是要你什么都不能吃，而是要吃得更聪明。只要你知道哪些食物会伤害关节，并且做出正确的选择，你的身体就有能力自我修复。接下来我会一个一个告诉你这7种食物，以及你可以用什么来代替它们。第7名是很多人都喜欢吃的炸鸡。很多人以为炸鸡是补蛋白质，其实那层金黄色的外皮才是最毒的。让我告诉你，炸鸡有3个最伤关节的地方。第一，油反复加热。你去外面买炸鸡，那些油都是重复使用的，油经过高温反复加热之后，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和氧化物质，这些东西进入你的身体，就会引发发炎反应。第二，白粉炸皮。那层酥脆的外皮其实是用精制面粉做的，精制面粉会让你的血糖快速上升，然后又快速下降。这个过程会刺激身体产生更多的发炎物质。第三，盐和人工调味料。炸鸡为了好吃，会加很多盐和味精，这些调味料会让你的身体累积过多的钠，导致关节周围的组织水肿，增加关节的负担。当你吃下这些油，
这些氧化物质就会进入你的血液，刺激免疫，细胞释放细胞激素，细胞激素会攻击你的关节软骨，让软骨慢慢磨损，最后就会出腺关节炎的症状。那该怎么办呢？其实很简单，改成烤鸡或气炸鸡就好，用气炸锅或烤箱，一样可以做出香喷喷的鸡肉，而且不需要那么多油，你还是可以享受美食，只是换个煮法，你的关节就会感谢你。第6名是甜甜圈和蛋糕。甜甜圈不是甜点，而是发炎的炸弹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它同时包含了3种最伤关节的成分：糖、白面粉和反式脂肪。首先，糖分会快速升高你的血糖，刺激身体释放大量的胰岛素。胰岛素除了降血糖，还会促进发炎反应。其次，白面粉跟精制糖一样，都是高升糖指数的食物，会加重身体的负担。最后，甜甜圈和蛋糕里常常使用植物性奶油或起酥油，这些都含有反式脂肪，是最容易引发关节发炎的油脂。我知道很多人喜欢吃甜食，尤其是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总想吃点甜的来安慰自己，但其实有更好的选择。你可以改吃黑巧克力，选择可可含量70%以上的，或是吃红豆馒头，用天然的甜味来满足你的味蕾。戒掉甜食的前3天是最难的，因为你的身体会很想念那种甜味带来的快感，但是撑过第4天，你会发现你的关节变轻了，身体也变得更有活力。这是因为你的身体开始减少发炎反应，关节周围的水肿也慢慢消退了。第5名是披萨和起司。披萨内层浓厚的双层起司是关节最怕的陷阱。很多人以为起司是补钙的好食物，但其实市面上的披萨用的起司含有大量的饱和脂肪、钠和防腐剂。让我解释给你听，饱和脂肪会增加血液中的胆固醇，让血液变得浓稠，循环变差。当血液循环不好，关节就得不到足够的营养和氧气，软骨就会慢慢退化。再来是钠，一片披萨的钠含量往往超过你一天所需的1半以上。过多的钠会让你的身体留住水分，造成关节周围组织肿胀，增加关节的压力。还有防腐剂味了，让起司可以保存更久。厂商会添加各种化学物质，这些物质进入你的身体后，会刺激免疫系统产生过度反应，攻击你自己的关节组织。那如果真的很想吃披萨怎么办？我的建议是选择薄皮披萨，用天然起司，多加一些蔬菜，这样你还是可以享受披萨的美味，但不会对关节造成太大的负担。记住，吃得简单就是最好的保养。你不需要完全放弃你喜欢的食物，只要做一些小小的调整，你的关节就能得到很大的改善。健康的饮食不是要你受苦，而是要你学会聪明的选择。第4名是香肠，让我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。陈爱玲，45岁，住在新北市，她每天早餐都要吃一条香肠，觉得方便又好吃。她这个习惯持续了好几年，都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。但是3个月前，她开始觉得膝盖痛，一开始只是上下楼梯
的时候有一点不舒服，他以为是年纪大了，关节自然退化，但情况越来越严重，到后来连走平路都会痛，痛到他不得不来找我看诊。我问他的饮食习惯，才发现他每天早餐都吃香肠。我跟他解释，香肠里面含有大量的亚硝酸盐，这个种物质是用来保存肉类保持颜色的，但它进入你的身体后会转化成亚硝胺。亚硝胺是一种很强的致炎物质，会直接攻击你的细胞，引发严重的发炎反应。除了亚硝酸盐，香肠还含有很多饱和脂肪和钠，这些成分加在一起，就像是在你的关节里面放了一颗定时炸弹，每天一点一点地伤害你的关节软骨。我请陈爱玲停止吃香肠，改吃水煮蛋或无糖豆浆当早餐。2个月后，她的膝盖疼痛明显改善，现在已经可以正常走路了。这不是因为她懒，而是她不知道，知道了就能改。所以我现在把这个资讯告诉你，希望你也能避免犯同样的错误。请把这段影片分享给你身边爱吃香肠的朋友，让他们也知道这个资讯，你的一个小小的分享，可能可以救他们的关节。第3名是炸薯条，冷冻薯条看起来酥脆可口，其实是重炸2次的油，你知道吗？很多素食店的薯条在工厂就已经炸过1次，冷冻之后运到店里，再炸第2次，这表示你吃下的每一根薯条都吸收了2次高温油炸的毒素。这些油经过反复加热，已经氧化变质了。氧化的油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，进入你的身体后会攻击细胞，引发全身性的发炎。而且薯条通常会撒很多盐，一份薯条的钠含量往往超过你一餐应该摄取的量。高钠会让你的关节周围组织水肿，增加关节的负担。那怎么办呢？如果你真的很想吃类似的东西，可以改吃烤地瓜条，把地瓜切成条状，刷上一点橄榄油，放进烤箱烤到金黄色，这样你还是可以享受到酥脆的口感，但却不会有那些伤害关节的物质。你不需要完全放弃，只要改1次煮法，你的关节就能少受很多伤害。这是我40年行医以来最常给病人的建议，不是不能吃，而是要换个方式吃。第2名是奶茶和含糖饮料，一杯珍珠奶茶等于让你的关节发炎12个小时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事实。让我告诉你为什么。一杯全糖珍奶，含糖量大约是50到60克，相当于12颗方糖。这么大量的糖分进入你的身体，会让你的血糖瞬间飙高。刺激身体是放大量的胰岛素和发炎因子，这些发炎因子会在你的血液里循环好几个小时，持续攻击你的关节。更糟的是，奶茶里用的奶精大多是植物性奶油做的，含有反式脂肪。反式脂肪是最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和关节炎的油脂，它会增加血液中的坏胆固醇，降低好胆固醇，让你的血液循环变差，关节得不到足够的养分。那该怎么办？其实很简单，改喝自制的无糖豆浆，或是黑咖啡加1点鲜奶，你还是可以喝到香浓的饮料。
但不会有那些伤害关节的糖分和反式脂肪。记住，不是要你戒掉奶茶，而是改奶，用真正的鲜奶代替奶精，不加糖或只加一点点糖，你的关节就能少受很多伤害。这是一个很小的改变，但对你的健康来说却是很大的进步。第一名就是加工肉和素食，这是我40年当医师最常看到的凶手：火腿、培根、热狗、汉堡、炸鸡块。这些东西几乎每个人都吃过，但很少人知道它们对关节的伤害有多大。让我告诉你为什么。首先，这些食物都含有亚硝酸盐，用来保存和上色。亚硝酸盐进入身体后会转化成亚硝胺，这是一种强烈的致炎物质，会直接攻击你的关节软骨。其次，这些食物都是用劣质油炸的，那些油反复使用已经氧化变质，产生大量的自由基，自由基会破坏你的细胞，加速关节老化。第三，这些食物含有大量的反式脂肪和饱和脂肪，这些脂肪不仅会伤害你的心血管，还会引发全身性的慢性发炎，让你的关节持续受到攻击。我看过太多病人，年纪轻轻就关节退化，追根究底都是因为长期吃这些素食和加工肉，他们的血液检查显示发炎指数都非常高，关节液也呈现发炎状态。但是好消息是，只要你连续3周不吃这些东西，你的身体就会开始修复，发炎指数会下降，关节的疼痛会减轻，活动力会改善。试试看，3周后你会惊讶于自己身体的变化，你会发现自己变得更有精神，关节也不再那么痛了。这就是正确饮食的力量。各位朋友，听到这里，你应该已经明白了，你的关节不是老化，而是在求救。让我帮你总结一下今天讲的3个重点。第一，少吃油炸的食物。第二，少吃含糖的饮料和甜点。第三，少吃加工过的肉类和素食。只要你能做到这3点，你的关节就能得到很大的改善。我知道改变饮食习惯不容易，尤其是那些你已经吃了几10年的食物，但是为了你的健康，为了你能够走更长的路，为了你能够陪伴家人更久，这些改变都是值得的。请把这段影片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，让他们的关节也能重新呼吸，让更多人知道正确的饮食方式，就是对他们最大的关心。下一集我会教你90天关节修复饮食法，告诉你具体要怎么吃，才能让关节恢复健康。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这个重要的资讯。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